讲到 AI 人工智慧，唔但伫咱的生活当中愈来愈普遍，目前也运用伫咧医疗顶悬。今仔日伫高雄有一个智慧城市展览，其中智慧医疗区有真侪医疗新科技，经过亲像透过这手表啊，甲机器人照顾着老大人，利用 VR 来做卫生教育，甚至是做失智症的快筛甲复健，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。 甲 VR 目镜挂起来，人无伫病院，却会当看到人工形式的手术过程。这是病院和民众为教上新的方法。VR 科技嘛会当运用伫个失智老大人的治疗。甲目镜挂起来，就亲像人伫庄脚咧饲鸡。目镜看去，就是较早细汉看到的状况，伊会当想起伊细汉的状况，安尼对伊的失智的治疗有足大的帮忙，而且这种的治疗嘛，让伊心情 会较好。透过 VR 游戏，会当做失智快筛甲复健。台东病院未来要运用伫个社区甲日照中心，伫高雄展出的智慧城市展，其中智慧医疗区有真侪甲长照相关的新科技。紧急钮已触发，要帮你打电话给 Summer 吗？ 这支手表啊，会当监测老大人健康状况，串联机器人有状况就连咪卡电话。 阁有即卡皮箱，其实就是行动医疗箱，甚至有超音波，会当互偏乡的民众得到专科医师的治疗。它有所谓皮肤或者是眼睛或者是耳鼻喉科这些问题，我们会利用五官镜，那近距离的把病人的病灶能够及时的传回我们院内，那由专科医师做诊断跟医治。高雄六大病院这几档拢研发 智慧医疗数位转型，面对疫情、人口老化，智慧医疗是未来的新趋势。记者陈嘉文、刘伟做高雄报道。